人思苦，两三人思苦，为家人开就不袂哭。求别个减缓，行道加风搁较烦，曲下难题就不袂还。勇不是惊。 就算彼岸无也脚扶，脚底人行，思牵思，勇气自会来。 就算彼岸无也脚扶，脚底人行，思牵思，勇气自会来。勇不是惊，勇哪会惊？就算风轻台，意晴朗。 只爱向前行，总袂看到天光。臭爸，你又来了？对啊。妹妹姐好。啊，伊送我嘛，迄惊到，才找你这个爽快。哦。先生，你的物件。放我啦！我走了。哎呀！有人亏钱。什么嘢？什么嘢？打电话。站好。开始伊遐么特别哦。你跟我说这个红色指甲是怎么来的？哦，迄甲你讲过摆你误会啊啦，迄个你去查，顶面一件案。查到什么去啊？你真正误会啊！你查到什么去？哦，你不相信？你打电话问小钟问小钟，哦买蚂蚁种完来，下面子，谁不知道你们都讲好的？还有我伺候你擦指甲油吗？都擦得很开心嘛。我不敢啦，吼。你不敢，你不敢，你不敢。不要啦，吼，会痛的。那些水会怎么样啊？帮你擦得很开心啊。注意好，溢出来一点点，我待会就要你的命。听无半句。不要动啊，不要动啊。你嘛拜托的，政府开这钱饲咱遮是要创啥物？做米糖哦。一礼拜连续风开3场，连一个影都无看的。迄外口的人拢若总咱是咧演警匪片的呢。好耍唔？哈，老祖的，真好耍吼。我看若好耍吼，咱规阵带来好莱坞做名济好啦。啊，讲话啊，是安怎？要到去啊？啊，明仔载开始吼，7点钟大家准时入来。是安那？讲无三句话，严峰搁咧吹。出去啦，紧去想办法啦，拜托拜托的啦。
小梅，小梅啊！哦，你看规杯鞋。歹势啦。哦，较紧的，较紧的。是安怎？你都唔知你无代无饲想去鸟啦吼。拢袂听哦。想去鸟啊！哦，我险啊去，我迄只好饱，要规领皮拢甲我摕来。阿梅啊！没事。阿梅啊！技术来啦。我去欠你小诶。真的哦，紧起，紧起，加啦！这里哦，你有好啊。进的。到底是安怎？真啊，较来你家要开门呢？歹势啦。啊我刚刚无听到啊。无听到，我来讲。来。到底是安怎啊？你甲我解释一下啊！这个啦。店要是要开啊你？我较歹嘛。嗨，你哪有咧？我来问一件代志吼，小老的是不是常常来你家来你做？哦，散步时啊会来一个啦。啊，干，看我一个屌丝啊！若讲这个警察，划抓着你啊，一直甲活开。哎呦，你莫遮生气啦。真久哦，啊，拢无上好啊，啦。啊，嘿啊，干嘛呢？修理的呢。我嘛真想你呢，啊，穿啊水等我咯。嘿啊，有水吼。有哦，他也无水咧。来啦。哦，你遮急无？无急哪会使咧？啊，啊，我跟你来。对，有大爱。啊，这本名册，迄新店100吼，该有诶拢有啊。景点啊、时间、地点，都拢清清楚楚地底。咱吼照这本掠人就对啦。这本名册对底啦。有爱县民交我啊。县民。好，你去通知遐兄弟，准备下暗吼，把遐场拢抄变过。是，对。好我知，嘿，好我知啊，好兄啊，先安尼。安怎？我看这个是正经的啊。小张讲警总遐已下命令啊，2礼拜之内啊全部拢扫了了。好啊，谁怕谁？要扫哦，就用力的扫，全部扫光光，大家都不要活。风声鹤唳，警方大肆扫荡无法。行政署长宣布，过去黑枪猖獗的时代已经过去。什么日子啊？是安怎一直放炮啊？自爱向前行，总袂看到天光。由国家安全局主持的疫情专案扫黑行动，经全国情治及警察单位严密执行，截至昨天晚上，共已逮捕各不良帮派首恶分子120余人。警政当局表示，今年政府好点点的一海执行疫情专案，当到有土的下个月，本人杀去6度的监狱官，做酒店生意的人，为了3月10风头。全部转到别条路求生存，很多酒家的穷用开始转型，干做其他的行业。用啊，当这纯是安那？做纯的咩，无做乌的啊。安尼哦，会一经理，安尼介绍敢有差？啊，拜托个，纯的较假好无？哦安尼。啊，无甲本阿爸，
多谢较厉害。想起了过去，又喝了第二杯。阿姐啊，来斗相共吧。这边陈龙我没人帮你，奇迹啊！哦，我一个，我这边，我带你看你。哎，给，哎呀，给，弄过来，快进来啊！进来。欢迎光临。这位长官，我们这边是安乐美容中心啦，我是美容师燕梅，有什么需要我们替您服务的吗？所长，顺的啦。起毛操，收队。老周，恭喜你哦！我看我爱改嘴啊啦，爱叫负责的。啊，不敢当来，大家做伙敬新负责的。来。啊，多谢你。谢谢。哎，妹子，这边1000个遮尔啊成功吼，拢是好家才有恁小刘呢。无啦。若无伊提早摕到遐名册，我看佮扫10档都无一定扫会清气哦，对无？你看，无甲你骗吼。你讲迄真假火的，迄有着工课，你就唔信。对啊，以后帮你看线。大嫂，敬你一杯。夫妻床头吵，朝为何嘛，对不对？恭喜啦！以后吼，南边来，拜托你哦。嘿。我直接送去处理了，哦，啊拜托，哦，拜托，应该。先生参考看看，好用的面膜。要遮济啊呢？紧啦，我心肝欢喜啊。会着，看的哦。漂亮的小姐，参考看看最近最新的、最红的面膜。保养品啊。莫言呢？保养品。真嘅係莫言呢啊？係啊，唔係。楚，唔係楚。我啲啊。你老朋友馬神父啊？哎呦，深當久呢，這位奶啊，那有年後點的就唔見睇咧啊！那有應該傳言潛講哦，你冇潛到，當上呢？咩係啊？因為潛唔到眼咯。那啲哦，你啲嘢多些啦。有閒啊，來請來哦。好啊，晚上一起。好，愛心行嘅。我想好點料嘅。嘿。如何？啊，你哪个加油的哦？我们水蛇腰。过2個月啊，你就變水當當。我一個都水啊。你睇下。會咩？好咯。我解話。你話什麼啊？你是咧創啥？最近人告訴你，
啊，你是无代志做呢，你赶紧收收起来啦。啊，紧去门口招呼人客。请问这里是安乐美容中心吗？我要走。初初，婉仪呢？你又回来了。来，我给你交朋友来。你是搞到抽啊？你叫做抽？你上粗啦！那种面膜啊，美白保湿又祛斑哦，3效合一。咱啊就当日先洗好过上去，啊，我生活以前啊，长毛也洗脱，用天然的方法吼，唔是把种皮肤粗粗的都讲哦。有一些人啷啷的，啷啷哦。啊，伊啊皮肤本来就安尼啦，管理就好。系啊。初初，你做呀有穿豆钱无？网友啦，我做无半年啊，不过我也哈想考公务人员，有去补习世界梦想的青岛。不过我也哈当日差不多有拜访3、4客户啦，再过一步诶，应该就做得较轻松诶。欢迎呢。唔可以来我公司了解看下无啊？我冇法度同你共用啦，你很大病。哎哟，那无共用啊？唔做按摩还没共用动起来。要共用啦。顶届专案我已经互你做领主了，好呀。这你知安怎做啦吼？37，加一声。老副局长，啊你嘛知影最近外口掠足暗的，阮即期间根本无做啥物生意，啊搁要饲小姐，啊你抽啊熊敢过落去？啊，掠走人敢是我？啊，抽嘛毋是我咧抽啊，对毋对啊？我顶面搁一个长诶，是毋是啊？啊，你也即摆讲我啥物代志啊？好啦，我等下散会。就安尼讲定哦。哎，小梅啊，规工走有倒去无看？小梅，你的面是安怎？是安怎？啊，规个面拢青的，敢若手有鬼拍着安尼青顺顺安尼。这啊？无啦，这是阮朋友哦，伊甲我用一种啥物海藻面膜啦。伊讲吼，这是海藻反应，才紧就摕啊。海藻反应？嘿。嘿，我看是中毒哦。你要看医生无？咁有严重？有，最严重。哎，看一个啦。从啥莫炸啦？小看一个啦，看我啦。安那啦？安那？够刺激无？无啦，你真水，你想啦。真讲啊，生这，你生啥小啦？顶边疫情的时阵，阮是想过无代志，但是真生意愈来愈歹，拢无人叫小姐，无拍车你叫我创啊？创去困啊？困？若是人要叫小姐咧，我赶紧甲人送过去啊！你唔讲无人会叫。报官了呢？惊死人哦你！大家听我讲啦，即摆外口毋是掠到足暗的，啊，毋过吼，我有想到一个好方法哦，就是跳舞。跳舞？跳什么舞啊？跳舞。哎哟，无遮难啦！来，摕一个棍互我。来啦，就安尼尔。看一个吼。
你是怎样上啊？查甫啊，这心理就是安尼啊。有看无？哦，这袂歹哦，这袂歹。有看无？哦，袂歹，去教好，去教好。没啊，上重要的是吼，最后吼，大家都爱烫根根，互人家爽歪歪。我知啊，袂当倒咧趁哦，就烫互因看，靠我来解决。没啦，差。哎，爱练哦，你要认真练哦。哦，来，要看较悬的，你袂歹，好，另外一边啊，不是啦，来，是安尼，阿妹，你来笑啥笑啦？阿妹，你来，我来接，我坐。无代志吼。嘿啦。好啦，对我来吼。给。来，好，先练骹哦。来。左边，对，对，好，安尼袂歹，好，安尼好，来哈，我来拍鼓哈，5、6、7、8，噔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以前咱来遮呢是来听歌的，但是今仔日呢，阮要来表演一个无同款的，互你大家看了，嘴顶动，目睭会看了，是 special。小燕梅夏日歌舞秀。一脚袂歹哦。对你啊。后摆换你主持哦。我。对啊。我。对啊，主持啊。只爱向前行，总会看到天光。遮清新哦。啊，顶到你拖遐久啊，但是穿有啦。你摆物件拢是遮啦，点看卖啊咧，内面也包括恁当的部分，我真无简单才清楚。啊，毋是讲阮伫咧顺来，啊，你无事你还搁做，遮大工。后一支嘛咧内底。你到底是钓我钓无啦？钓一个潲啦。我也让你讲哦，呀，迄个公司啊，要播的那张出的新产品哦，啊，一行的人讲哈，像啊，迄啦牙冠啊，迄去角质有嘛，然后当要目妆啊，我说呢，去角质1礼拜差不多2度哦，迄无吼，古早嗰东西吼，没唔会吸收啦，啊牙冠的迄精华。不好意思，这是你们的饮料。谢谢。这是我们新产品，可以试看看。真的吗？对啊。
谢谢谢谢。谢。啊，还有啊，也关系金华路。等一下等一下，啊，昨年嘅业绩有做到无？你有冇好买无？哎呀，昨年哦，网友买太油呢，可能一条全部都是那产品啦。不说，我研接书行迄个时间啊。无爱用啦，你成本啊50克。50克？好听到？唔啊唔啊，好啊，给挨下跳坡哦，你等挨下哦。老板，我给你接电话。遮济哦。3期做一摆。最近咱业者严，还阁有法度做生意，靠遮个钱对来。伊都毋肯讲咧，我咧想吼，伊毋知是出啥物新的出头啦，才互咱伫遐查无涨。即几日来你特别甲注意一下，看伊咧变啥物梦。敢还有啥代志？无，我先来无用。请问，你是你是要来应征的哦？今日头家无伫啦，你先回去哈。不是啦，我是来找马云呢，他在不在啊？像梅英啊。哦，阿姨今日无伫啦。你是要找伊创啥啊？你是要找伊学跳舞对不对？没有啦，我有东西想要拿给他。他在哪里啊？叶问伊今日就去舞厅出去嘛。你有物要摕互伊哦？无安尼啦，无你甲物仔下，你甲物仔吼下遐壁到遐，咱暝吼伊转来，我才替你交伊，吼。没有啦，我想要自己拿给他哎。他现在工作的地方在哪里呀？你毋知影舞厅伫倒位哦？不知道。舞厅就遐，就，我甲你讲，你连暝吼，就位遐去，你搁倒位，内底迄条巷遐就是舞厅，无你去遐搁共问啦，哦，谢谢啊。免客气啦。来，内底坐哦，来，这边嘛会当坐，嘿嘿，来，嘿，欢迎欢迎。欢迎大家来看今仔内底小姐，加满场哦，水咯哦。用啊？大下啦。衫毋去穿起来。有，穿。哦，加满场。我知。看你表现哦。我知，我知。大家好。哎呦，用诶，拜托。
你是咧创啥？啊，你讲啥？你讲啥？啊啊！莫紧张啦。什么紧张？这讲啥？靠呀，这么大哦！你免紧张啦，你著亲像你平常时安尼就好啊。是安怎？啊，你平常时你高兴啊？你平常时就低高兴啊？莫紧张啦，放轻松啦。来靠背啦。你的唱是安那？300你，快看啦！好水哦！歌声足大声嘞！导，你咧讲啥？紧去你啊啦！你紧嘞啦！哎，干嘛这紧？嘿啦！紧张啊！大家好，所来，感谢大家来到这，吼，来看阮小杨梅的舞台秀，等下互恁看甲会爽，互恁足欢喜的，对，大家紧张，吼，足快乐的安尼，吼，好啦，你也把来，紧，好，我先个吹了，吼。多少钱？梅姐啊，你较早休困，我先来走啊。好啊。现在先躺哦。那是你掉呀。哦。楚楚，你有没有来吗？你做嘛按摩师？跳安样的舞，怎很也跳入黑吗？脑海满面不给钱，就会按用穿来嘅，冲嘛！就会按用过人的啊，唔得啦。挨唔得，挨唔得嘛干？人生按多条路好行，唔行嘛该路啊！行就行了呀。我用的喏，你老你莫强用啊，我唔冲。冲爱用诶，冲爱冲死，爸祖讲唔清楚，本人欺负，我看无钱好本爱偷输，古送阿爷哈，
规家的债，万奈伊穿学服，银行迄厂等的啊，唔呢？我伊呢？就算喺边度硬，我做会好冇？人做得向下前条路，向下考试啊！我再过做诶，好。会做呀，卖动痛啊！你看呐，做到安讲。伫台风，悠悠的就有钱穿呢，伊嘛敢唔好啊？哦，啊，林老师，好久哪里好？楚楚，结束啊，来吃宵夜好不？啊，好，你想啊，你想。朋友啦。朋友，走来吃啊！哦。我细汉的时阵哦，大家拢叫我是表囝的囡仔。阮兜是互查甫人住的所在。阮也无头无手无片啊，是安怎？大家拢安尼啊无要了解。我即马嘛是为着生活啊。嘛请好嘅朋友，提供大家共用的。去无相信爱，咱不要用咯。伊是我上好的朋友呢。阿妹，不要紧啦。其实，阿珍，吃我吃啥啦？啊？阿珍，你知道吃啥？这没代志啦，靠腰。我也要用哦。哈？紧你啦！什么样？你为何我讲好无你想得来啦？莲七。你说啊，你给我来。你个鬼可以真正跳落去了。你看霓虹灯闪闪烁烁，暗时啊看起来实在是有够水，甲我以早拄来时拢无共款。啊，你有想过你以后会变做啥物款无？阿莲，你是莫想遐多，吼，你嘛会当去厝的先休困者，你先落来，吼，有话好我讲，好无？莫坐咱遐啦。我以前嘛捌红花，头家啊，阁有人客，拢当作我是宝共款。不过即摆吼，我只是一只药头，一点仔价值拢无。阿莲，阿妹啊，你吼听我记一句话啦，你这个世间。有啥物代志是永远袂改变？阿莲，你落来啦！阿姊，阿姊。
比人客较得来哦。姐来这边有看电影吗？有啥好看的呢？听讲有一个许不了刚做红的。许不了。哎，人客哪？你好小丑啊！哎，你敢有许不了？许不了？太难搞啦！谁啦？我咧拍片啊！我无想要拍片，伊就叫我拍，啊，有就要甲我注射啦。真假啦！你请我片者好无？好啊，无问题啊。你这魔术好拍啊！好啦，来要注意看哦，我甲踏落好，安尼塞进去，踏入去，吼，来，然后数1、2、3，无去啊！那走一对哈，走一对哈，走一对。敢会伫遮？伫遮？无啦，来，互你送你哦，够水的啦。啊，无你讲笑话哦，笑话哦，我讲我细汉的故事好啦。我细汉咧特技团嘛，阮老爸教我迄种吞乒乓球，吞了然后内底我搁爱啉水，互人客看。有一回我吞落了，我一啉水我就见着你敢知？我拢唔知要落，我就喘气啦。后来阮老爸拄好举迄个扫帚啊，我脚手甲夹，啵一下就出去啊！恁搁要听无？搁有一件吼，我做迄种钢索啦，钢索恁知无？我就顶悬行，突然之间鸟仔飞过啊，从迄种鸟仔屎我流来咯，啵一下我咯掘倒，你敢知？掘倒的时阵，我那伫迄钢索咧中间插开。我转着我的小鸡鸡，哎呦！我就跳了。这疼呀！无啦。好，都安尼好啦。我内底这昏迷伤重，我出去行行啦。杨梅啊，你陪我出去行行好无？你个感觉我偏起来臭臭？对啊，你是安怎安尼讲？其实我病啊真重，已经要死啊。乱讲。自细汉开始啊，我为着要互大家人拢欢喜，我就一直人，互大家人一直笑。我一直咧想讲，我敢有可能会当演一出戏，互大家人哭，互大家人流目屎。因为我嘛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啊。但是我想，这应该无可能发生啊啦。我先走啦吼。电影界称为天才谐星的许不了，在久病缠身之后，3日中午病逝于台北马偕医院。他的同居女友陈秀霞、表弟兼私人秘书尤文贤，是许不了离开人世前最后面会的亲人。许多伤心落泪的影迷等候在医院急诊室，希望可以陪伴许不了最后一程。即将上演的《小丑与天鹅》、《宝贝家庭》、《快乐宝贝》，是谐星近期完成的最后一作。可袂了，用自家嘅生命，完成了佢一生人最想演嘅感人演出。
记录阿莲嘅死，对阿公妹影响重深。阿公妹嘅心情，係因為安尼大落嘅長久。一直到有一3人出現。我甲你讲啊，对啦，先做，严谨，专心的，专心的。你碰遇，啊，无试车哪会知？啊，汽车，要安怎称呼？我用的。用啊。安怎称呼？你甲恁头家讲啊，讲阿聪的。阿聪的。若是有问题，叫打电话。好，来，多谢啊。阿聪诶，你迄阿聪诶哦？慢呢？你是谁啊？阿莫言。叫啥物事？害我落海是你甲阿宝。做嘛啦？做嘛？容易过来呀，唔记得了啊？你给我看到哈。别死坏，自己太马跳回来，get out！人家讲假心都有假所在，假地方都是爱所在。月光花花，漫山遍野，虽然甜，不心珍爱。不想一条线在电期待爱心，这门不爱行起来。人海啊，做阵爱。